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要来作水的一个叫做什么？皇宫。熊不啊？熊不人，有人讲伊是熊不人公，啊有人讲伊是美泉公，咱下就会知影为虾米遮尔济名吼。啊来，即个上厉害的是内面的动物有足济项哦，我毋捌看过的哦。所以爱看到最后，老师阁有翕即个宫殿内面对无？宫殿内面是足水的，对，所以影片内面就会甲你讲啊吼，爱看到最后，咱今仔日要讲的，看顶礼拜咱有讲到迄个玛利亚特蕾莎对无？玛利亚特蕾莎对，咱国母。前礼拜讲，即个足水的所在就是玛利亚特蕾莎主要伊伫遐计划建设。对，而且伊要放即个什物凡尔赛宫，你看即个是维也纳市中心，啊来到遮差不多要半点钟，看你安怎驶啦吼，10几分还是20几分吼，所以是伫一个哇足大诶，你看即个是本地迄个市中心有一个霍夫堡，啊来这美景宫，美景宫是咱后礼拜要讲诶，对无？即个是后礼拜讲美景。对，即个足大，非常诶大吼。即个是比美景更较大诶吼。叫做美泉，是讲熊不人宫。对，美泉，因为伊叫做熊不人。熊不伊即个所在因为离开维也纳诶都市小可较远，正做一个帕拉诶所在。早拢伫遮帕拉嘛。较早罗马就是新型罗马帝国诶皇帝叫做马提亚斯。马提亚斯伫1612年诶时伊伫遮帕拉，伊看了就有泉水啊，就啉迄个泉水，发现迄个泉水哪会足甘甜搁清凉甘甜，爱着个名做叫做足水诶泉啦，足水足好啉诶泉，诶泉源，德国话叫做熊不人，咱讲熊不人讲就是德国话直接翻译。熊不人，对。熊不人讲是安尼来，咱若讲美泉，就是原底意思是讲伊个水足甘甜、足水的足水的一款的泉水。对哦，所以这是老师去春天的时，毋对哦，老师迄阵是9月啦，9月你看，即个时阵翕的。迄个泉水拄伫一窟水我对窟水的所在翕对伊个宫殿遐去。经过一个花园到宫殿。迄个你敢若即个花园咧行咧10几分。你看即个人足细呢，你茫想讲这像迄积木啊？对，这是足大。边花园两边拢有刻个拢有采一款。雕像，无是款雕刻的物件啦，雕刻的拢是希腊的神话啦，是罗马的神话神话啦。对，这是我冬天差不多12月去，12月1月。12月去翕的。所以伊咱上海嘛是无讲足歹啦吼，嘛是甲伊维持到水安尼，足厉害的吼。大部分所在拢是无叶啊，这是门骹口，为外口大门要入来有7两条足悬。足水吼，顶悬嘛是有即个。有遮鸟啊，因为咱前下有讲，迄个哈布斯堡的记号就是用鹰鸟，是用鹰啦。对，你会当看到吼，咱头前看袂到即个所在，其实是足侪车的吼，大马路吼，路边好，所以伊足早就开始起啊叫做1696年动工就开始起啦。
啊，伊的外观是仿法国的凡尔赛宫哦。嘿，因为凡尔赛宫较早是欧洲上水的一个宫殿。是，大家拢要学伊去吼。即个去啊，了就是讲，咱前礼拜有讲嘛吼，讲迄个做国母的玛丽亚·泰瑞莎，是。伊就请人来去，去你看镜头图就知影吼，门口上顶悬遐就是门口入来啦。门口入来，经过一个足宽的广场，迄个来佫到迄个宫殿，宫殿佫过来就花园，花园的两边两边拢窗的啊，两边你要行吼，一边要行咧1-2点钟吼，你若拢逐条路尾来行了，我看会足忝啊！你若讲无停困要行了一步下了。毋过会足忝诶，因为你袂当停困，一直行。对，这路真济啊！这路足济迄落胖去诶哦，行甲毋知影讲去倒去啊！佫有一个咪讲佫较厉害，我甲你讲，我看囡仔逐摆洗1点钟洗袂出去，想讲这看起来足简单诶吼。佫有即个动物，即个动物行，即个上厉害，足大诶吼，内面会当看着足济。足济毋知啥物名诶动物。足济动物有水中诶，有空中诶，还有天陆地咧走诶，逐款动物拢有。听讲即个所在有260个足球场，遐尼大呢。会当想着无？你看门口到迄个宫殿，就爱经过迄个足快场。对。这是还袂入去门口着，为遮出去。这内面对内面翕出去诶。对内面翕出去着。非常诶久吼，爱行足长诶路吼，会当到门口。所以有足济园哦，内面有1400。伊诶宫殿诶东间有1400间啊。但是开放诶那40间尔啦吼，互人看。大部分是无开放。其实迄阵诶，叫做特蕾莎特蕾莎因翁叫做弗兰茨一世吼，伊是做爱动物，爱迄个自然诶风景，伊做爱迄，所以伊就建设植物园啦、动物园啦。第2档佫去迄个有树啊。伊诶动物园会使讲世界上古早。你看17几年就去啊，到即阵还佫咧用。这动物园到即阵还佫开放咧使用。而且佫足水诶哦。我是毋捌看过遮尔水吼，逐个动物拢徛足水，拢家起水安尼，足济款诶吼。迄粒就是咱看这咱都无法度人去翕逐新诶作品，逐新诶翁啊。伊翁仔拢足大身哦，足大身拢徛伫花园诶上边，徛咧咱就无伫遮解翕吼。毋是无摕出来遮，因为太济足水诶图片，爱看片摆袂着，因为咱随时拢会当看着。是，即个看其实即个植物，即个迄个吼。植物园。植物园伊是伫。室内诶，所以伊有热带、温带，逐款诶植物拢有啊。对，所以你看这，其实我是冬天来诶吼，但是内面佫会当看到水水诶花吼，是足厉害诶。来行到后壁，咱拄仔讲行去到上后壁对无？会当爬去顶悬，这其实是顶悬吼，有一点仔。对对，顶悬翕落，咱看迄个足大迄个场，甲王宫变一点点啊，变足细啦，咱白白迄个所在是啦。看到这。是伫爬去凯旋门，就是爬去顶悬迄张图遐，向下骹翕，所以向下骹翕，爬起来遮，爬起来即个位叫做凯旋门啊。是。凯旋门向下骹翕，会当翕到真远诶所在。头前。毋过拢变作小。有水啊，对哦，这足侪人拢无行去到遐，因为伤远啊，对无？而且较忝一点嘛，小山丘。无啦，你若对团来讲，旅行团
旅行团像我一届对旅行团伊是敢若排几10分钟，无半点钟时间啦。半点钟时间根本就无法度人行。你敢会当即个飞行甲行一个半点钟了去啊？就了。所以你就袂当讲你去别位拢无可能。对，你若跟团的吼，无法度来到遮吼，你这是无法度，因为爱有半日啊，差不多半日的时间，你应该一天吧，一天就行袂了，嘿，内面阁有一一天行会出忝的啊。哦，对啊，但是做侪所在通休困，这是最顶悬吼一个雕像。最顶悬迄个人的骹拢大鱼啊，鱼尾啊，马仔的骹嘛鱼尾啊，因为这个叫海神宫啦，海神啦。或者是海神，所有动物拢伫海里的，即海里的马，海里的人，所以因的骹拢大鱼尾。所以这毋通，你要看起来咱想迄无啥物吼，其实内面是足大诶啦吼。你看即个就知影因诶距离吼。中迄节是就是飞行诶部分吼。咱拄则讲足悬诶所在，翕上落下骹。上下骹遐就是啦。是，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下骹非常诶大，做侪树啊，其实是几排啦吼，就是几排诶树啊，对，一节诶路无共款。你入去内底吼，聊聊行聊聊欣赏，其实逐位拢真水。对，对。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嘛无甲伊一张一张拢用出来啦吼。因为伤济啊，但是逐个吼，若有去遐的人，一定爱上好是家己留一工吼，踮遐踮吼。踮遐甲伊走一轮啦，你甲伊走一轮。因为这真正是即阵是差不多已经秋天啊吼，秋天的时来去。所以迄无共诶性呢，迄规个落叶老师有对，迄树叶拢在落啊，开始咧落树叶会变成真好看。对，但是你若即阵来春天诶时来看，佫无共款哦，足水诶，规个拢是青色诶，佫足侪花吼，咱就想着圣经内面上帝圣经内底咧讲马太福音马太第6章29节。但是我甲恁讲，当所罗门极项午诶时，伊所穿诶毋达着即号花诶一蕊，因为边仔蕊百合花足水诶吼。是，所来讲一蕊田间诶田中诶，还是讲田林诶百合花，伫上帝诶眼光比人诶造作更较水啦。是。更较真实，更较水。所罗门，即个叫啥物？项午。所罗门项午就是足兴旺、足下摆诶事啦。是逐个应该逐个拢认捌所罗门啊吼，做有钱啊，做有地位。上好个国王，佫上聪明诶，有智慧诶。伊迄阵开始起圣殿对无？圣殿就是起诶。个王宫也是，伊也去王宫，也去圣殿，拢是水到逐位诶人来遮甲伊看，拢讲哇，比我听人讲诶佫较水是，所以其实即个上不人讲有哪安尼啦，你来看就知啦，比我甲恁讲诶较水啦。这样讲诶真正是可能无法度想象哦吼。所以咱想诶是迄阵诶帝国嘛是足大诶吼。迄阵诶对玛利亚特蕾莎，咱知影伊诶权力已经真大。伫遐统治奥地利诶时阵吼，因诶国家是足强盛诶。是。新兴罗马帝国拢是因诶啦。拢是因一代一代传落来，咧做罗马帝国诶皇帝。你来看即阵诶，即个美泉吼，来个后礼拜美景对无？来个有茜茜公主，咱是无翕着吼，但是
西西公主内面，你若看伊诶，算做是伊住诶所在哦，真正是足水诶吼。这个奢华皇宫生活，两个查某人啊，一个西西公主啊，一个玛利亚特蕾莎。是。我迄阵有一届我去，即届我转去台湾吼，有去参观咱即个以前吼，早早以前诶即个什物宫，总统住诶所在对无？嘿，迄个因讲吼，迄阵诶上奢华诶是。那我感觉足简单诶呢，足简朴诶吼。因为你若来看过欧洲诶宫殿吼，你就会感觉讲，即个村诶所在拢是简朴生活，这真正是啥物货拢是黄金诶，对无？内面足济吼，连迄个马桶啊，拢用金仔做诶安尼。来内面诶镜厅，等下老师诶影片嘛有这吼。静听吼，因为拿破仑捌统治即个所在啦。伊拿破仑有军队有入来遮，伫即个所在做指挥部。是。所以，伫奥地利有足济国宝，就是讲较宝贵诶艺术品，伊拢搬去别位放啊。佫有一件代志下骹着图拢总是人，就是迄个厅内底咧举行一个，就是玛利亚特蕾莎吼，莫扎特请6岁时吼，甲伊抱去遐啦吼，甲伊请去遐演奏钢琴哦。即个就是因为伫遐伊有一个查某囝，玛利亚特蕾莎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吼，加莫扎特1岁尔啦。伊莫扎特6岁，迄个查囡仔是迄个小公主是7岁。伊跋倒，莫扎特跋倒，伊就甲牵起来。莫扎特讲伊大汉以后要算做要娶伊做某啦。即个厉害哦！因为人甲伊帮衬，伊就要甲伊娶，安尼娶袂了呢吼。无伊，但是足可惜。迄个吼，迄个一个四角形夫妇遐就是莫扎特，一个囡仔伫下骹吼。因为遮另外佫有放大一个图片伫边啊啦。我无甲迄张摕出来，因为就是甲莫扎特放大，因为遐尼济人一个囡仔伫遐根本都无看。是，就是无毋对，所以足好耍诶吼，这是一个足水诶所在吼。所以逐个来遮一定爱来遮听一个音乐诶吼，老师伫遮听音乐对无？有听音乐，佫看厝顶吼，厝顶迄其实拢是因诶历史诶记载啦。因历史国家诶历史发生诶大代志，因着用红仔来画伫顶悬。对哦，你来遮诶足济宫殿吼，其实拢画啊足水诶。你毋通看头前，你爱看顶悬，来下骹嘛会当看吼，规个拢足水诶吼。咱遮美泉宫内面有动物园，咱拄则有讲诶动物园，来佫有迷宫，这1752年就创立到今年2025，抑佫咧即间动物园继续咧大啦，继续有咧经营。花佫有迷宫，咱普通迷宫是恁纸恁画啦，画线啊，互你行对无？行毋对佫停来安尼。这毋是哦，你爱入去行，伊用迄个树仔整迷宫，你若行毋对，就行到骹酸伫遐拢会讲我是要偌久才行会出？行了1-2点钟。无毋对，顶届我牵囡仔带几个囡仔，阮想讲，逐个人行无共款路出去好啊。结果吼，无一个行会出来。来淡仔讲，救人哦，叫一个较紧去悬诶所在，甲阮讲是要安怎行较好。行足久真正行袂出来吼。伊有足济个迷宫哦，毋是干那一个尔吼。因为因遮就是讲，囡仔嘛吼，规个皇室诶囡仔拢会伫遮耍啊。拢伫遐耍啦，所以因诶贵族足享受诶，连因咧耍都拢会当用实际诶物件。咱诶迷宫是拢伫因纸面咧画尔。
对，伊是实际去伫迄个自然中伫遐走。伊真正是用即啊，个花，即个用迄个即个足怪。是海中诶动物，因为动物园内底吼嘿啊，有水还有中诶，海底隧道诶，海即个有底隧道。厉害。你看即个人牵即条鱼仔白，迄个鱼仔比人较大，翕袂出来。伊个海底隧道吼，所以即个动物园虽然足老啊，但是真正啥物货拢有，伊个有国王企鹅，有企鹅啦吼，啊，个有老虎，即个熊，虎对无？啊，即个无尾熊嘛有，这真正厉害。啊，其实个有北极熊吼，我无囥伫遮，所以伊是足侪世界诶动物拢有请来伫遮哦。这个就是拄仔讲诶迷宫吼，因为行到中对无？啊，会当踮遮耍水啊吼，耍伊即阵要行出去，踅偌久念？踅半点钟，你看这踅一个迷宫，踅半点钟踅袂出去，啊来个踅倒来遮哦。真正有厉害诶，所以咱即阵要来看老师甲咱翕诶吼，内面咱诶朋友来啊吼，咱先来看老师翕诶即个影片。有淡仔流水吼。这应该是写毋对吼，应该无4个小琉球啦吼，是220个足球场。来看顶环吼。伫遮下暗吼，逐工下暗拢有音乐是音乐会袂当录影吼，你若有来一定爱来听。是其中一个房间尔，一个房间哦，1400个。听遮个房间爱环境吼，你若要行到40个房间，我早课伫遮演奏。是啥物？叫做霸满厅，伊个名叫做霸满厅，因为拢真贵啊。几百万是欧元哦。镀金的啦，伊拢镀金的上香。拢是金的，看工是行袂了的，但是你若要行迄个宫，看工是，就是伫外口啊。
大家是毋是有看到你介意的所在吼？因为咱的相片伤济啊，所以老师讲后礼拜较甲迄个还未放了的，继续搁做另外一个影片放互大家看，对无？咱拄仔讲，遐尼水的迄个拢无圣经安怎讲？不比一蕊花，是毋是？咱就是上帝创造吼。虽然咱想迄时阵，咱想是做有钱的人对无？嘛是拢会过去哦。但是咱伫天顶有一个厝是袂过去的，对无？会愈去愈水的。天顶的厝比这个较水对无？老师？天顶的厝无比水，无比。袂当比诶吼，伊天顶迄规个拢是金诶，啊内阁有宝石对无？红宝石、蓝宝石吼，足济吼，所以咱讲即个是哈布斯堡家族因诶咧耍诶所在。哈布斯堡诶，叫做夏宫啦，就是讲热天那里遮大。啊，若冬天就住伫霍夫堡宫，就是伫市中心迄个宫殿。霍夫堡对，所以大概有欣赏无？我拢叫做夏天夏宫。是，就是夏宫，所以大家若有欣赏诶吼，会当来遮参观，啊来咱会当搁欣赏一个搁较水诶厝吼，伫咱啥物？咱以后吼要去的即个所在吼，天顶的厝吼是搁较水的哦。后礼拜继续来看美景宫，同一个时间台湾8:10，泰国7:10。后晝2:10，搁做伙来讲故事。多谢咱的观众朋友，明辉、美秋因落来讲 hello 吼，啊，搁有无甲咱写起来吼，知影恁拢伫甲咱支持的，继续来支持。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感谢。